各位朋友，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？既然所有生命终究都会死亡，那么人活着的意义到底是什么？曾经有个人回答，我看完之后沉默了很久。他说，99%的人3代之后，时间就会抹平他存在过的一切痕迹。到了那一天，没有人记得你的名字，没有人记得你的模样，甚至连你存在过的证明都慢慢消失。从宇宙的角度来看，更让人震撼。数万亿年后，所有恒星都会熄灭，文明会消失，宇宙终将归于沉寂。那么，我们这短短几十年的一生，到底在忙什么？不结婚，怕老了没人陪；结了婚，也未必能白头到老。不拼命工作，怕没钱养老；太拼命工作，又可能根本等不到退休。很多人把一生都活在等以后，等有钱了再快乐，等退休了再旅行，等不忙了再陪家人，等成功了再做自己。可真正到了某个年纪，你才会发现，再多的钱也换不回青春，再大的成就也买不回时间。我们总是对当下不满，对未来期待，对过去怀念，结果一辈子就在遗憾中走完。唐代诗人李白曾说，人生如逆旅，我亦是行人。我们都只是天地间匆匆的过客，这一生不过是在人间借住几十年。那么到底什么才真正属于你？其实只有2样，第一是你的身体，第二是你的心态。身体垮了，一切归零；心态乱了，人生就苦。所以人到最后才明白，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，内心安定才是最好的风水。人生还有一个真相，万物不为我所有，但万物皆为我所用。所有东西我们都只有使用权，没有真正的拥有权。你越执着这是我的，失去时就越痛苦。可人生偏偏就是一场不断失去的过程。年轻会失去，热情会失去，关系会失去，健康也可能慢慢失去。拥有其实是偶然，失去才是人生的必然。既然如此，我们不如活得勇敢一点。就像动画电影《大鱼海棠》里的一句话，我们这一生很短，所以不妨大胆一点，去爱一个人，去爬一座山，去追一个梦。不要总等以后，因为很多以后根本不会到来。书法家王羲之在《兰亭集序》中写过一句很通透的话，夫人之相与，俯仰一世。人与人之间的相遇，其实低头抬头之间，一辈子就过去了。人生真的很短，短到像一场春梦，像花开花谢，像草木春绿秋枯。那么我们拼尽全力，到底什么才真正属于自己？爱人是你的吗？不是，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，能同行一程已是莫大的缘分。同舟未必能共济，同行也未必能共老。子女是你的吗？也不是，他们有自己的命运，自己的道路，他们不是为了完成父母的人生而来。那金钱是你的吗？更不是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。很多时候，我们以为自己在驾驭金钱，最后却变成被金钱追赶的人。房子是你的吗？车子是你的吗？其实都不是。离开世界那一天，什么都带不走。宋代文豪苏轼在《赤壁赋》中也给出了人生很美的答案。他说，江上的清风，山间的明月，耳朵听见了变成了声音，眼睛看见了变成了风景。人生真正珍贵的，从来不是结果，而是感受。小时候在泥土里奔跑是体验，年轻时努力追梦也是体验，中年后柴米油盐是体验，老了以后儿孙绕膝更是一种体验。所以你会发现，追求功名利禄的人没有错，喜欢诗酒花茶的人
也没有错，因为人生本来就没有标准答案。有人喜欢轰轰烈烈，有人偏爱平平淡淡。重要的不是你活成谁，而是你有没有真正活过。很多人一辈子看起来活着，其实只是机械的重复。真正的活着是能感受生活，感受风吹过脸庞，感受家人的温暖，感受努力后的疲惫，感受夜深人静时那颗依然热爱世界的心。最后，我想回到最初那个问题，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？其实没有标准答案，因为过程本身就是意义。我们来到这个世界，不是为了演一个完美的人，而是来体验生命，照顾好生你的人，善待你生的人，对其他人凭良心相处，对自己凭本事活着，不念过往，不畏将来，得之坦然，失之淡然，争其必然，顺其自然。这个世界我们都只来一次，愿你看透生活的真相后，依然热爱生活。